我无了解你的事，你讲咱酒店是大天年还是什么所在？咱大天年是安，伊的主席就是渔王公主，那渔王公主呢，伊就是咱的地方上可能，咱再老一辈人可能就会非常的尊重。你可能有看到曾经或是听说，我没看过，我不知道。但是我也可以把刚好我比较不太容易相信神这一块。为什么我不是说我比较文化？因为我本身30几年来从小我就跟着师父学的是五行八卦易经所以我的师父呢也是一直当红桃的到泉州，泉州有一个李光地，就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宰相那我的师父呢，他是红桃河，也就是整个为他后面的对乾隆那个时候的宰相那个叫红桃河。所以你们只要进入网络，只要打开网络里面就有这两个。我的师父这三个，我们这是三个四大里的地理风水师他是杨君忠他杨君忠这是唐朝的宰相他是唐朝宰相杨君忠。那我们的日课老师呢，我们可以看我们的结婚要搬迁的这个日志。那如果说我们看地理风水呢，它本身就是我们的国师就杨君忠。那如果要搬起日课呢，你的父母结婚，或者是未来你们要结婚要看日课。那我们日课的我的师祖这是红桃河，就是泉州。目前你如果进到缅台演博物馆泉州，你进去有一个蜡像，这个蜡像里面有红桃河，我们的祖师站在里面。这个比较我觉得幸运的是，我可以接到他们正传的这些过来。我目前可能差不多是第8代，红桃河第8代的过来的。所以这个过程你讲的这个过程，我可以很详细的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什么叫做拜神以前他们是风、雨跟雷。他这个都是说我拜了风神，我拜了雷神、雨神，他没有这个什么叫做神。那为什么这个神？是因为你一个人做得很好，他被加封了。你说唐朝他本人是30个进士的由来是他本身，他救了唐太宗李世民，他只是一个平常人，他救完之后呢，他就封他为进士。那进士呢，他刚好有一些他的本身的兄弟，很多的以前的就是说我们称兄道弟，拜把兄弟，那他有36个，所以一起封他们有36个进士。那36个进士呢，当然了，他当官的嘛，就派他们为各地行事，所以就有一条船，让他们去行事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但在行事的过程，刚好遇到了台风，所以把船给翻了。他翻了这纸的时候，当然唐太宗李世民他本身就觉得很可惜，所以最后呢，他很珍惜这一块，就把另做一艘船。把这个米还有酱醋米盐这些东西给放在船里面的，就封他们为王爷，相对就36个姓的王爷，就36个进士。所以到我们地方到各地方在拜的，比如说戴天武这个五虎千岁他就是有这些王爷的由来的。所以为什么他们有时候王爷到戴天呢，他们会尊重？因为这个王爷跟这个王爷又不同了。这个王爷的由来，我才有很好奇，去比较想要追究这个道理。所以我一找我就感觉到，他们就牵涉到2000年前一个太子晏子秋的问题，所以我们没办法去肯定，因为这个又牵涉到我们柳营本地人的信仰，你也不能跟他一个所谓确定在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要把它回归一个确定的历史，它是从中国大陆福建而来。那福建而来，它是从郑成功他们的引进。那引进呢，他最后交给了郑经他的孩子，他的儿子是王爷的，当皇帝的。那他部署了陈永华将军，就驻扎地在柳营这个地方。
你说的这个代天面就是一个王爷，它一个代表性。那这个过程中呢，为什么会演变有你讲的另一个神，就是说马祖？那马祖这个可能是因为当我听老一辈的人说，在烧王船的时候，以前的那个钢炮它走啊，也当随着钢炮的去打。这个过程怎么变成讲这个妈祖就好像停留在地段桥，咱这条船呢就停留在咱的神话，咱的神话目前，这个十天夫妻人家，这个过程中咱说因中往来我们如果说要妈祖拜拜，咱就去地段桥遐个谈这姻缘关系，说这都是一个姻缘。目前咱大天呢所比较有咧单一项来讲，渔王宫，然后渔王宫做的安尼，其他来讲是咱遮个地区地势来讲，咱为着咱的囡仔好平安，所以咱就是迄边叫光明经太岁经所以迄边就是有分做60岁分，所以各位可能跟咱交流，你会当讲加一点了解是因为我拄学习这个部分，我几岁我就是学。所以我主要附带甲恁讲的这个问题，去了解一项。这个退税会的由来是讲，是今年的12年，伊叫做杨姓将军，叫做杨姓将军负责把守太岁。太岁呢，就讲太岁当头嘛夫母被识破嘛，无喜也识破。这个不要太担心。父母说犯了太岁了，哇，吓死了，没那么严重，不要太担心心里面正正当当的我们没怎么做坏事骑车不要骑太快是吧？不要去走太危险的事，没有那么可怕。太岁是帮你的，不会碰到他是会照顾你，他不会害你，不要太过担心这个过程。你讲的这个神呢，原来在我们目前代天面所供的这些神是这样的不是没有很多这个它有这个过程的马祖，它有那个我们一般拜拜都一定有土地公，它是一个基本，在其他呢，因为它本身的附带的比较特殊，因为它有代天行走，所以难免它有个文武派，这是比较特殊的，可能是要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再去了解更深，我们很短时间就很难说明得很清楚，其他有可以再问的一些问题。各位都知道。